善後今日嘅天氣繼續唔太穩定，間中會落雨啊。係啊，海欣，大家出門口記得帶遮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啦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高氣温介乎24.9至到28.7度，至於最低氣温就介乎24.4至到26.6度。轉睇下風雨圖，同低壓槽相關嘅雷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。另外一股偏東氣流正係逐漸影響廣東東部沿岸。預測大致多雲，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，部分地區嘅雨勢都幾大。日頭最高氣温大約28度，吹和緩嘅東南風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。展望聽日間中有驟雨，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，風勢增強。星期日同星期一風勢比較大，天氣仍然唔穩定。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4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跟住睇埋大灣區城市嘅天氣。澳門雷暴，珠海落雨；中山江門落雨；肇慶佛山落雨；廣州東莞落雨；惠州深圳落雨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